高新义乡公所这2年来，积极辅导农民来发展着草鱼的产业，唔但来种着无毒的草鱼，嘛甲草鱼的生产期优长到5月底。乡公所希望有更较侪农民来加入着种草鱼的行列，来增加着新义乡高经济作物。信乡农友经过4年拍拼，会使调节草鱼的产期，为过年后生产到5月底，而且坚持无毒的管理，希望提供消费者安全健康的草鱼。但是我知道说我这边的草莓到5月底哦，尤其在母亲节是最漂亮、最大粒的时候，我这一批的发起来，在母亲节那段时间到5月底，绝对还有草莓吃。信义乡公所这2年来积极辅导农友发展草鱼的产业，主打白草鱼，伊的滋味好，游客难忘。这是我第一次吃白草莓，然后你知道味道真的是太特别了，很像水蜜桃那么香，而且非常多汁。在5月底进前，农友愿意开放民众亲身来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